一个45岁女性胃痛甲真严重，食啥就吐啥，原来是胃甲12指肠溃疡去踢到肠啊，赶紧做手术，才慢慢恢复正常。 医师斟酌解说病情，台中一位45岁黄小姐，几若个月前开始胃伫咧痛，本正无要甲插，想到胃液愈来愈痛，才发现小姐伊的胃含12指肠出现严重溃疡。吃下去的食物就会吐出来，那这个状况已经维持1个月。那这1个月来，她足足瘦了5公斤。技术研判，黄小姐可能是因为上班的压力太大，食食无正常，胃酸分泌出去胃部，长期落来胃黏膜受损害，肠啊阻塞，加在经过开刀，患者才恢复健康。手术之后1个礼拜，她都可以正常进食。那目前手术后1个月，她体重又恢复了5公斤。 医师就提醒大家，人若是感觉无爽快，上爱赶紧去医生看，较袂耽误到黄金治疗期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